嘉义县种酸野所在有二条民雄、水上、中部甲环路，就农民发现讲，这规园的这酸野拢未大粒、无条久，本地呢一粒是2斤重的酸野，即马10粒加起来说是无到1斤，真可能是受到前一阵天气的影响，才会未大粒。农民也希望讲相关单位来跟到协助减少因的损失。这过半个月，这车拢老了了啦。捌落来酸野掰开来看，内底拢无籽。伫烦恼种酸野的农民讲，规园仔的酸野拢是这种状况，而且除了酸野以外，即摆嘛发现讲林荫乃至嘛有同款的问题。哦，莫讲一成2成啦，我看1成都无啊。你看这规丛拢无开花，哦啊酸野开花开啊高，结果一丛拢剩3粒，哦啊有这无的咧，无半粒。咱嘛有看到乃至林茎甲咱的落梨吼。啊，因的结果力是真正非常的无好吼，啊，所以咱公所嘛拢会落去甲伊调查，啊，落去甲往上级单位落去甲提报。在地农民讲，今年酸野要授粉的时阵，天气向向变寒，上低只有9度，影响到金莘甲芳的授粉，所以酸野加就生安尼嘛袂够大。来了解的专家嘛向当地的农民提出因的建议。刚好就是都遇到下雨或者是低温时的，他们的活动力比较没有那么强。然后专家他们也是有的去辅导农民，他们就是也饲养一些丽蝇这样子，看能不能改善一点着果率的情形。嘉义县农业处表示，嘉义县正改良品种的酸野面积有269公顷，目前受损的种植面积超过6成，而且损害的程度拢有到救助的标准。已经把各乡镇的资料送到农粮署，希望替农民来争取灾害救助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